你看，你弄洗澡，你弄水，弄够了就没擦，半年了就没药。这有看过来那么到处多，这不找们这有谁？我们去杀他是，为弄着走了，他怎么那个他个老个用骗钞钞呢？你看，为啥这个人的了？他现在个读书，我个家土姑呢？我买了车了个嘛这这那多很大哟，有了有，够了够，过年西蒙我过年保证车，家扩的容多，呸！还这还个用个小，一包一个用头啊。你看，这给家给熬是吧？我这保证给偷，然后估计猎偷是吧？他还能多少钱？哦，多少笔？多。